係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志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實在太忙啊，冇時間兼顧咁多嘢，成個幾兩個月先有片出。情況就咁嘅，我就咧去咗呢個中山紫馬嶺公園，裏面有個動物園啦。其實呢個動物園咧喺公園裏面啦，一個圈咁樣樣啦，玩2個鐘頭到嘅。麻雀雖小就五臟俱全，海獅啊、紅隼啊、白老虎乜都有。玩完之後我就喺度諗，香港人有時真係好忙㗎，一個星期分鐘得個1日假期，咁嗰1日假期又唔想屋企瞓覺，咁又唔想話太過早起身咁樣樣，有乜辦法可以即係善用呢一日玩得開心啲呢？但係又唔使話太過頻能呢？咁你話呢，去深圳玩就玩咗好多次啦，咁如果去其他城市地區又好似好遠，個成本上面亦都唔想太過貴，咁點搞呢？紫馬嶺公園就喺中山博覽中心隔離嘅，咁就滿足我哋需要啦。我當而家12點鐘去到福田啦。之前我條片就講過要喺鯉魚門站上，而家就可以喺福田上車都有噶嘛。一到福田口岸轉左呢，你會見到有棟大廈呢，就粉紅色嘅，即係眼前呢一個。呢棟大廈叫深榮大廈嘅，我哋朝住佢嘅方向走啊，行大概5分鐘到啫嘛。因為大家都知道咧，去中山咧，如果你搭呢個深中通道咧，1個鐘頭嘅，咁我覺得個時間嗰度咧，好幫到我哋。其實經過咗1年嘅時間咧，呢條通道嗰個配套嗰啲咧就成熟咗噶。除非你係大時大節，好似新年咁樣，你話要搭車嘅啫，否則咧，就算平時星期6日咧，嗰個塞車情況咧都好少噶。成本又低喎，38蚊啫嘛。不過如果你係星期6出發咧，就唔該盡早買，因為星期6咧就比較多人買飛，我發覺。鼓勵網上買飛嘅。如果你話你堅持現場買嘅都得。不過大家留意一樣嘢，佢個班次唔會好似鯉魚門嗰啲咁密噶，1個鐘頭一班，我甚至乎冇添噶。今次咧28蚊有 discount 我買1點半嗰張飛啦，咁2點半到啦。到咗之後咧，左手邊你會見到有個好似塔咁嘅嘢咧，咁就係噶啦。你朝住塔嗰個方向向前行啦，OK， 行5分鐘到咧，咁你見到呢個叫做巴士站，記住呢個巴士站先，前少少咧，你會見到有個隧道，隧道口都寫到明紫馬嶺公園噶啦，咁你行啦 OK， 咁行好快嘅就到噶啦，大個字寫住紫馬嶺公園，行入去咧，你有可能見到呢啲車仔嘅。20蚊一位，不過通常星期6日先有嘅，閒日咧就少好多嘅。我今日向左行10分鐘到啦，咁有水牌指示嘅。沿途你睇到呢個公園咧嘅風景咧就麻麻嘅啫，最有睇頭就係呢個動物園。其實佢係隱藏咗嘅，所以大家唔覺眼，眨下眼咧就到啦。呢個就係大門口，大人就5萬蚊張飛，小朋友老人嗰啲就25蚊。咁動物園咧就一個圈嘅啫，睇到。你用香港支付寶或者微信咧，大陸都通用嘅。其實我都唔建議大家用現金俾錢噶啦，喺大陸玩咧，用支付寶嗰啲係大趨勢嚟嘅。好，終於入到嚟啦。咁究竟有咩玩咧？好多嘢玩嘅，好多嘢睇嘅。喂，你幾好嘛？瞓晏覺啊，唔好阻我啊！一嚟到俾嗰條木嘴鬧，咁係嘅，擾人清夢又好可惡嘅。不過有樣嘢好嘅就係咧，清遠長隆仲未有白老虎嘅，呢度有。咁與此同時呢，我都聽過，如果係深圳動物園呢，聽講啲動物呢就好似營養不良咁嘅。我都係聽講呢度啲動物呢就冇呢種問題嘅。我相信嚟呢度呢比較深圳動物園呢係會有一樣嘢好嘅。深圳動物園呢就好多人嘅，始終呢係大城市啦。咁而香港人呢都好中意去深圳玩啦，又驚太過逼嘅。呢度比較少人提及嘅，係好似一個世外桃源咁樣樣嘅。如果你有小朋友嚟呢度玩都好嘅喎，即係佢亦都有啲康樂設施，而且出面有個機動遊樂場，我轉頭再講啊。我眼見唔少家長都帶啲小朋友過嚟嘅嚇，呢度簡單啲啊嘛，一個圈咁樣樣，即係唔使驚會行錯路，而且喺中山博覽中心隔離啫嘛。唯一唔好咧，我覺得呢度啲動物咧就比較囂張啲嘅。同埋都幾懶，一係就瞓覺，一係就食咁樣，好串噶。你就喺度坐，有人餵你食嘢，哇，飯來張口咁樣樣，我就做到阿媽都唔認得。
諗下解釋呢個現象咧，你抵死咯！你條命唔好啊！我哋而家舒舒服服幾正啊！你羨慕唔到噶啦！所以我好憎呢間動物園啲動物嘅，冇禮貌。如果呢間動物園話要結業啊，我肯定佢哋唔會有好下場啊。因為呢間動物園係比較有啲舊式啊嘛，就唔知係咪因為咁呢，啲動物就縱壞晒嘅。因為呢度係俾餵飼動物噶嘛，變咗佢哋就真係好飯來張口啊！啲黑熊又係噶，佢見你有嘢食，即刻擘大個口噶。可能你話泰國嗰啲動物園要啲馬騮啊或者大笨象做嘢噶嘛，呢度呢就相對少啊嘛。咁可能因為咁佢哋態度囂張啦。嗱，講起表演呢，就有兩個嘅動物表演係要留意嘅，一個就雀仔表演，另一個就海獅表演。即係佢有水牌話俾你聽幾時噶啦，即係好例牌啦。雀仔搬下嘢啊，海獅跳下圈啊，即係叫啲嘉賓出嚟一齊玩啊。一陣咧，如果事後想影相，又收翻10幾20蚊嗰啲咧。而每次表演係約莫10分鐘至15分鐘咁啦。成個園我覺得做得最獨到最好咧，就係有個孔雀園嗱，裏面咧養咗好多孔雀，或者係一啲比較少見啲嘅雀類嘅。而且入到去你可以近距離接觸佢哋，唔會有個籠去阻住你噶啦。最盡呢2個鐘頭玩晒噶啦，一定50蚊抵玩到爆。因為出入口咧都係同一個位啊嘛，咁你出到去點呢？你就即係向前行啦，即係近11點方向呢，你就會見到有個小型機動遊樂場嘅。不過啲遊戲咧就針對翻小朋友個 level 嘅，而且逐項遊戲收費咯。通常咧係一家大細帶住小朋友嗰啲咧，咁就啱咯。最盡真係玩1個鐘頭嘅啫。我覺得成個紫馬嶺公園最有意思就係呢2個，其他嗰啲都係話上塔頂睇啊，又或者係去嗰個湖度踩嗰啲水上單車咧，我覺得意義唔大。玩完就梗係走啦。但係如果你未夠喉嘅話咧，我可以介紹你去食乳鴿。隧道口嗰邊係咪有個巴士站嘅？我哋而家行翻過去啦。中山食乳鴿有一種唔好嘅，就係好食嘅乳鴿鋪咧，往往都係比較隱蔽啲。我哋揀2班車，一個係 K01，一個係 K07，搭一個站去興中體育場東。其實5至10分鐘到嘅啫。中山情況而家又咁，如果搭巴士用微信俾錢咧，平1半嘅。所以我搭咗4個半啫嘛。最有名氣嗰間乳鴿鋪叫石岐佬啊嘛，但係有問題噶。如果你搭的士去石岐佬咧，都要40蚊嘅。石岐佬個位咧有個問題，隔攝都算啦。你最慘就係你食完之後，你想搵車出返去咧，難搵啊！所以我今次搵一間相對易入嘅餐廳俾大家。攞咗車啦，向前行，5分鐘到你會見到有個十字路口位嘅轉右，咁條路叫東嶼路嘅，行5分鐘到又係，始終要行嘅，大家要俾啲耐性。終於到啦，叫鴿師傅嘅間鋪，佢俾人感覺咧好舊好唔起眼噶。大家記得佢係東嶼路29號夠啦。佢只此一家嘅啫，而且只係賣乳鴿，淨係做街坊生意已經賺到佢笑。可能有一啲咧又係叫鴿師傅，但係就唔係呢個老細開嘅吓。又係嗰句利新鮮啦吓，我唔識個老細噶，冇刻意同佢賣廣告。食物就比較單調少少，主要係以鴿為主。一張紙講晒佢賣啲乜嘢。而紅燒乳鴿就係佢王牌嚟噶啦，絕對冇得輸嘅呢個。食落口有肉汁流出嚟呢，講翻個廚師得點去湯同揀啲鴿喎。如果食完唔夠飽而唔夠喉，試下鹹香乳鴿啊！真係好食到冇朋友，下次一定翻轉頭食嘅。咁我叫咗鴿飯同鴿湯嘅，鴿湯呢，我覺得一般，鴿飯呢都值得一提嘅。如果你幾個朋友嚟呢，咁就可以試埋鴿飯嘅。哇，個份量啦，4個人食都得啦。其實啲白飯呢，吸收咗乳鴿嘅香味，再加上保溫，呢個時間食啱啱好，真係無話可說咯。好，食完之後呢，繼續我哋嘅行程。喺頭先落車嗰個站呢，即係興中體育場東。揀 K07或者213號車。呢2班車都會喺完美金鷹假日廣場嗰度有站嘅。距離唔會好遠嘅啫，幾分鐘嘅啫最多。
嗱，一落咗車就係噶啦嚇。嗱，個商場就叫做萬象匯，係一個大型啦，同埋比較有時代感嘅一個商場嚟嘅。其實呢個商場集團咧，深圳都有，但係我嫌深圳嗰啲咧，有時實在太多人啦嘛。好，一個現代商場必有嘅嘢佢都有噶啦，咩化妝品啊、咩首飾啊、精品啊、遊樂場啊，應有盡有噶啦。嗱，我就唔建議大家去博覽中心咧，前少少係咪有個大信新都會嘅？嗱，嗰個商場我唔建議大家行嘅，反而，因為我覺得佢做得比較求其嘅。嗱，反而近市中心嗰個大信新都會就比較好啲嘅，我晏啲再介紹。萬象匯廣場隔離嗰個咧叫假日廣場咧，就多人關注嘅，認住商場英文名 Holiday Plaza。嗱，裡面的確有文創同埋藝術味道嘅，所以佢亦都係一個旅遊景點嚟嘅。嗱，其實中山咧做服務業咧仲係發展緊，佢有睇頭嘅商場始終唔係多嘅。嗱，市內有一個大型啲嘅叫利和廣場咧，我就唔介紹大家嘅，原因就係我嫌佢比較舊。嗱，呢個商場區相對好睇好多啦，咁大家咧慢嘅話可以消磨2個鐘頭嘅。而家成日講咩廉價遊啊、性價比啦，我呢個行程咧旅行社冇辦過，而且價錢係非常低噶。嗱，玩完梗係搭車返深圳啦，商場門口對面啊，就係有車咧返去博覽中心嗰邊嘅。嗱，又係揀呢個 K07，2蚊2個站啫嘛。嗱，返福田口岸嘅車咧最近加開班次，最盡咧就8點50分嘅。嗱，就咁樣你可以好充實咁玩一日噶啦。好，講到呢度為止，麻煩大家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啊，拜拜。